回向對好多佛教徒嚟講，好多時做完一啲嘅法會，做完一啲誦經，都會由法師帶領之下做好多嘅回向。但係大家其實有冇諗過，回向係一樣乜嘢嘅嚟呢？本身會唔會有好多人有誤解，以為好似將自己銀行戶口嘅錢轉去俾其他人一樣？其實回向真正嘅意義係點樣將我自己收返嚟善嘅功德，或者啲善緣，重新去確立我哋嘅方向，擴大我哋嘅對象，令到呢啲善行福德唔再成為淨係自己嘅福報，而係成為利益眾生、成就菩提嘅因緣。我哋就用短短10幾分鐘嘅時間，我哋去認清楚回向嘅真正意義，同埋佢背後嘅邏輯機制。乜嘢係回向呢？回係轉變方向，而向就係趨向佢嘅目標。譬如日常生活我哋嘅誦經、念佛、布施、持戒等等，我哋所成就嘅種種善業，當然能夠為我哋帶來個人嘅喜樂、平安、健康，乃至來生嘅福報。而回向就係一種發願，願呢啲嘅善業功德唔單止成熟我哋個人嘅福報，亦能夠成為眾生離苦得樂、往生淨土、共同成就佛道嘅因緣。所以回向唔係放棄自己嘅功德，反過嚟係提升功德嘅方向。咁好多人會問，功德係真係可以轉俾人哋嘅咩？其實我哋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呢個問題。第一，因果仍然係各自承擔。佛教好強調自作自受，一個人所做嘅善惡業係唔能夠由其他人去代替㗎。例如甲做咗惡業，乙唔能夠因為替甲誦一部經，就能夠將甲嘅所有惡業去磨滅。甲本身係有自己嘅思想，有自己嘅行為，乃至有自己嘅業力。但係回向唔係將我哋嘅善業俾佢，將佢個惡業磨滅。反過嚟，我哋應該理解成為係一個善良嘅祝福。所以我哋唔能夠將佢理解成為係一個所謂嘅功德交易呢，咁係錯嘅。眾生之間可以互為助緣，但係話又說回來喎，如果雖然業唔能夠完全替代，但係眾生並唔係彼此嘅孤立。我哋嘅發心、我哋嘅行為、我哋嘅言語，乃至我哋嘅祈願，都能夠成為對方嘅助緣。譬如家人為病者誦經回向，家人透過誦經發願，係對自己家人一個所做嘅善業。如果病者能夠因為家人呢個善行生心歡喜，生起一個感恩乃至一個念佛嘅心嘅時候，呢一個心就當下成就咗自己嘅善業。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好多嘅蓮友會出席喺唔同道場嘅佛事，幫一啲亡者去誦經。其實透過整個環境嘅清淨、道場嘅莊嚴、各種善緣嘅和合，我哋令到希望亡者嘅中陰身當下都能夠感受到呢一份嘅歡喜平安，從而生起一個善念，生起一個感恩嘅心，乃至生起一個往生極樂世界嘅心。
如果佢能夠生起呢個心嘅同時，佢就係為自己去增添一啲善緣。所以只要對方能夠感覺到相應、隨喜、接受，自己就能夠生起自己嘅善業。我哋嘗試用一個點燈去理解下回向啊！一眼燈點亮，唔會因為點亮第二眼燈而令到第一眼燈嘅光度、亮度減少。反過嚟，因為多咗更多燈嘅點亮，我哋所照亮嘅地方會更加多。回向都係咁嘅意思，修行者嘅善心唔會因為回向而減少，反而因為我哋心量嘅擴大，善業會更加深廣。而被回向者只要能夠隨喜，得到感應，生起善念，就係能夠成就佢自己嘅新嘅善因。所以佛教成日講，功德越回向唔會越少，因為心量越廣，功德反而越圓滿。回向機制，我哋可以嘗試用4個唔同嘅層面去理解。第一層，心念嘅方向，業嘅形成唔單止係外在嘅行為，仲有同動機非常之有關係。所以每次我做完善事之後，如果個心只係諗，今次我福報比人多啦，呢個善業當然會存在，但係個心量就較狹窄啦。相反，如果能夠將呢個善念發願成為願呢個功德去利益一切有情眾生，我哋嘅心就由一個自我嘅中心轉向慈悲，轉向菩提，我哋善業嘅素質亦因此而會提升。第二，願力嘅延續，一個善業，我哋會透過好多時候一個簡單嘅法會就會完結咗，但係因為透過我哋嘅回向，呢個嘅善願就能夠長遠咁連續落去。譬如好多時候我哋念完參加完一啲嘅念佛法會，一啲誦經法會，法會完咗，表面上係完咗，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將呢次嘅善行將佢納入為我哋嘅回向嘅目標，咁久而久之，我哋呢一個活動雖然完結，但係我哋嘅整體菩提道嘅修行方向同埋往生淨土方向就一直係透過我哋每一次嘅善行咧而累積上嚟。第三，眾生互為因緣，從緣起角度嚟睇，人生嘅生命係互相影響嘅。父母、仔女、師長、病者、亡者乃至修行人，大家都出現咗唔同嘅業緣關係。一個誠懇嘅善行，一個祈願，都能夠希望對方得到，能夠希望對方安心，更加希望能夠成為對方生起善念嘅增上緣。但係對方能夠受益幾多呢？當然要視乎返對方嘅業力、對方嘅心念、對方嘅因緣。第四，空性嘅不二。大乘佛教會成日提醒我哋，修行者好，被回向者好，所有嘅功德其實都係因緣和合嘅，冇一個固定不變嘅自性。所以一個真正圓滿嘅回向，我哋係要學習到唔執着，唔執着啲乜嘢啊？唔執着呢啲係我所修嘅功德，唔執着我係一個施予功德嘅人，乃至我唔再執着對方係接受功德嘅人。如果能夠久而久之訓練到自己唔執着以上所講嘅3樣事情嘅時候，
其實我哋真係做到佛教所講嘅三輪體空。三輪體空嘅精神唔係否定因果，只係唔執着功德為我所有，所以能夠無私咁樣去利益眾生。為亡者回向又點樣去理解呢？我哋嘗試用以下唔同方面有唔同嘅意義。在生嘅親朋好友會為亡者嘅名義去修善，咁即係間接咁去為亡者去修建佢善嘅因緣。如果當下亡者嘅心識仍然能夠感知到呢個功德嘅時候，乃至佢隨起一個善念，佢就能夠為自己創造新嘅善因。因為有新嘅善因產生咗，自然會有新嘅善業、新嘅業果。所以往前有啲嘅因緣，所謂嘅業力，都因為會多咗啲新嘅因緣喺邊，可能會令到一啲因緣會改變，所以係會成為另外一啲嘅助緣。同時透過做佛事，唔單止係為亡者去增福，亦係能夠幫助在生嘅親友轉發佢個哀傷，放下佢嘅執着，以一個慈悲同埋一個祝願去代替對亡者嘅牽掛。地藏經亦表達過類似嘅精神，為亡者修福。亡者固然能夠得到利益，但係修善者嘅利益更大。呢個正正講明咗功德唔單止係將原有嘅福報交出去，而係能夠做到雙方都得到利益。最常見到嘅回向有3種，第一係回向眾生，願功德能夠利益父母、眷屬、冤親債主乃至一切嘅眾生，使其離苦得樂。第二，回向菩提，唔單止求現世嘅福報，亦願以此善業成佛度眾生嘅資糧。第三，回向淨土，願以念佛誦經持咒嘅功德作為往生極樂世界嘅助緣。所以好多時候我哋會好常聽到一句嘅回向偈，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4重恩，下濟3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短短嘅10幾分鐘，我哋可以做一個總結。我哋可以將回向理解成為我做咗善事，但係唔淨係將善果留返俾自己，我願意以呢份嘅善心連結更廣大嘅慈悲願望，成為自己同眾生走向覺悟嘅共同因緣。所以回向嘅核心唔係一啲咩神秘嘅能量輸送，而係學會3樣嘢：轉變我哋嘅心念，擴大我哋嘅心量，建立一啲善緣。如果從世俗嘅角度，我哋去睇因果，眾生各有其業力，但係又互為緣起，互為對方嘅助緣。如從大乘空性嚟講，自他本身唔係絕對嘅分隔，所以回向既唔違反自作自受呢個因果法則，但係亦同時體現到自利利他、同成佛道嘅精神。